犹大的批，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雅各的兄弟犹大。我写批予遐个受上帝选召、得到爸上帝的疼、受耶稣基督保佑的人。愿上帝丰丰富富，赐恁人民平安甲慈爱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早就一直爱要写批予恁，甲恁谈论咱拢有份的拯救。我感觉即阵随时需要写批甲恁鼓励，爱恁为着上帝，只有一遍就够呀。传授予伊子民即个信仰，继续奋斗。因为有一寡无敬畏上帝的人，偷偷钻入来咱中间，利用咱的上帝恩典做放纵的借口，搁毋认伊一会主宰咱的主耶稣基督。真早以前，圣经就有言，这个人一定得受刑罚。虽然恁知这个一切事，我要求要甲恁提醒，主一遍就完全将以色列百姓对埃及地救出来。后来毁灭遐个毋信的人，搁遐个无守本分、离开本位的天使，因予少年永远连伫黑暗的深渊。上帝甲因关伫遐，听候审判的大日子。住伫索多玛、蛾摩拉甲附近城市的人，嘛甲遐个天使相款，行淫乱，放纵反自然的性欲，受到永远袂化的火的刑罚，做正人的境界。相款，这个空思妄想的人，嘛有损害家己的身躯，藐视上帝的权威，侮辱天顶遐个尊荣者。天使长米迦勒为着摩西遗体甲魔鬼争论的时，嘛毋敢用诽谤的话责备，只有讲主谴责你。毋过，这个人诽谤因所无了解的事，因亲像野兽去做照本能所知的代志，结果受毁灭。因惨啊！因为因行该稳的路，搁为着钱财陷落伫巴兰的错误。因甲可拉相款，因为陪伴来灭亡。因毋知见笑，大食大啉，家己顾食，来破坏恁的爱餐。因亲像云，互风吹来吹去，拢无落雨；亲像树到秋天，也无结果子，互人连根扣起来，死甲大哭哭。因嘛亲像波浪喷出水沫，露出家己的见笑，亲像离开轨道的星，落入去上帝为着因永远保留迄个黑暗的深渊。亚当的第七代孙以诺有言，这个人讲：恁看，主会带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，要审判所有的人，刑罚一切无敬虔的罪人，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，搁讲亵渎上帝的话。这个人不时拗拗念、埋怨、趁私欲做代志，讲大话，为着利益扑他别人。亲爱的朋友，就会记得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有言的话，因有甲恁讲，伫末期有一寡趁家己无敬虔的欲念做代志的人会出现。因爱提倡别人的信仰，这个是制造纷争、受本性支配、无甲圣神结连的人。恁咧，亲爱的朋友，
就将家己建立伫至圣的信仰顶面，就靠圣神祈祷，就踮伫上帝听保守家己，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对一寡心存骄疑的人，就怜悯因；有一寡人就对火中把因救出来，阁有一寡人就怜悯因，毋过就家己警戒，连因互情欲抹掉的衫都着掩护。上帝会保护恁袂坠落，互恁无缺点，欢欢喜喜徛伫伊荣耀的面前。愿独一的上帝，咱的救主，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得到荣光、尊严、能力、甲权柄，对万古到现在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